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台湾国会资深立法委员尤美女女士来到西藏之声。尤美女女士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尤美女女士，您这次来到达兰萨拉是受藏人行政中央的邀请，来这边参加西藏310的60周年纪念活动。是。那这是您第一次来达兰萨拉吗？对。您对这边有什么特别的感触？虽然说跟我们的西藏的朋友一起工作，为藏人发声，其实已经很久了。但是第一次到达兰萨拉来，当然感觉到就是在喜马拉雅山下，那我觉得这边的人民非常的友善，当然非常的荣幸也能够见到我们的尊者达赖喇嘛。那他的一席话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那这一次也拜访了一些的小朋友学校，还有小朋友，那还有一些的年轻的朋友，那跟他们一些聊天，那我觉得还蛮有收获的。今年是藏人流亡印度60周年，那很多媒体或者说藏人机构都在做回顾，这60年来我们做了什么，包括抗争跟延续我们的民族的文化。那您这样看60年的藏人流亡跟抗争过程，对台湾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些启发的作用？因为台湾跟西藏都同样受到中国非常严重的打压。那西藏呢，在1951年签署了和平协定，现在中国也同样的一直要求台湾跟中国签署和平协定。但是我们看到西藏在1951年签署了和平协定之后，1959年我们的尊者达赖喇嘛就流亡到印度来，所以可以知道说和平协定并不会带来和平，因为它其实只会带来中国的强制的侵占。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达赖喇嘛他所提出的所谓的这个中间路线，这 middle way approach。那这个中间路线其实在强调的就是沟通。所以昨天见到尊者的时候，他也在强调20世纪是一个用武力然后发生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暴力的一个世纪，但是21世纪是一个沟通的世纪。因为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大概人类就灭亡了，所以21世纪是一个沟通的世纪。因此达赖喇嘛他所提出的这个所谓的中间的路线，也就是要透过沟通的方式去解决这些的问题。当然我们知道，我昨天也特别提出来说，沟通通常是要在双方的善意之下才有可能去沟通，否则的话那个沟通会是一个空的。但是呢，达赖喇嘛呢他提到的就是说，的确要沟通呢是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沟通它其实一个前提就是说你要能够有这个所谓的同理心以及互相的尊重，那有慈悲心，那用这样的方式假以时日，其实不管哪一个国家，其实都是人民组成的，人民的观念会改变。何况不管是在西藏或是在台湾，其实都已经是实行了所谓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一个国家。那这些的观念不断的传播出去，人民的观念是会改变的。当人民的观念的改变的时候，政府其实是会受到影响，所以那个沟通就会形成是一种可能。所以呢，在这一次呢，我们会觉得说西藏透过这样的一个沟通，一个非武力的一个方式，用和平的方式来强调，一方面强调他们的文化、语言、宗教，那人民的这些的自由的一个生活的方式，那这些其实跟西方的普世的价值是一致的，所以它能够得到西方各国，甚至包括联合国等等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一次60周年的这个抗暴的纪念日，来自欧盟的、来自欧洲的各个国家，甚至来自非洲，也来自我们亚洲台湾的这些的国家的一个支持。那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寻求国际之间的支持，大家所信奉的是同样的普世的自由、人权、法治、人权这样的一个价值。那这些西方的价值，当然其实也不能够说是西方的价值，应该是说普世的价值。用这样的一个普世价值，大家团结在一起，一起希望中国它也能够放下它的这些的暴力暴行，也能够慢慢的跟大家一起来沟通，尊重每一个人他的一个自由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尊重每一个人
他的原生的文化、他的原生的语言、他的宗教，这是一个基本的人权。那我觉得这条路是一个正确的路，虽然说它不是那么的容易，它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可是我相信所有的成功，它就本来就不会是一束壳子从天上掉下来，它一定是经过所有的人民不断的努力，那不断的凝聚共识，形成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就像说好，这个我们看苏维埃政府的解体，也是透过这所谓的茉莉花的这些的革命，所以不要忽视人民的力量。那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总是会有一天，我想梦想说是会成真的。3月10号当天，达赖喇嘛有接见来自海外的中国人，还有台湾方面的嘉宾。在那场见面会上，达赖喇嘛有对比台湾跟中国还有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制度，然后当时有提到说，台湾已经朝着民主化在发展，在不断进步。那流亡藏人社区虽然寄人篱下，还是也在选择这条民主的道路，也在不断发展进步。那现在唯有中国政府，在中国大陆还是一样没有民主，没有自由。达赖喇嘛做这个对比，您的看法是怎样的？我觉得达赖喇嘛这样的一个对比其实是非常的鲜明，而且是非常的正确。因为的确，台湾经过在1987年解严之后，那台湾逐步的，不管是在政治的一个自由、政治的民主，那民主化，以及呢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妇女的、劳工的、消费者的、农民的等等各种的运动，那让台湾现在能够成为是亚洲民主法治国家的一个典范。那这样子的一个典范呢，其实也是跟我们刚刚所讲的这普世的价值是一致的。那我们也看到西藏就是我们的这个在达兰萨拉，我们的这流亡政府呢也是在我们看到这个尊者达赖喇嘛呢，他一方面他把他的政权放下来，交给经由全民选举的这样的一个阁下，所以呢，我觉得他已经看到民主的一个重要以及法治的重要。所以他让整个一个这个西藏的这样的一个在达兰萨拉这样的一个政府，透过民主，不管是国会是人民选出来的，然后呢这个阁下也是这个有议会选出来的，所以能够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民意，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注重的人权，然后呢强调的所谓的语言、文化、宗教自由等等。那我觉得说这个的确是我们现在正在已经在努力的，而且是已经做到的部分。那对比中国，虽然它经济的崛起，现在大概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但是呢，它虽然各国都期望他们经济的自由、经济的强大，也能够带动政治的民主，但是显然他们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事实上他更加强的监控，甚至不只是他对国内的监控，其实他也把手伸到世界各国去，所以在世界各国其实也都引起很大的一个反弹。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当然也期待说，中国它能够逐步的民主化，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不是你怎么样去控制你的人民，而是让你的人民能够心悦诚服。我们中国古老的这些的智慧，本来就是你要王者，对不对？所有的这个大家全部都来欢迎你，你如果是一个暴君的话，所有的人民都背弃你。所以当然在这里我们非常就是这个admire 就是这个达赖喇嘛尊者他所走的这样的一个中间路线，透过沟通透过这样的一个同理心，然后呢慈悲心以及互相的尊重，那以及呢用自由民主法治的方式去落实，让保障每一个人的一个基本的自由。那当然也期待中国它也能够改变，也能够回到既然它一直在强调的作为中国的文化，那这中华文化的话，其实强调的其实仍然是一个王者的文化，而不是一个暴政的一个文化。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方式，我想这才是一个世界和平所要达到的一条路径。好，谢谢。我想问一下，台湾的民进党一直以来都非常关心人权跟民主的议题，那对西藏议题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但是流亡社会或者说台湾的民众间也有一种声音是说，质疑民进党在执政以后，然后对西藏的议题的关注声音比较弱。那您作为民进党的立委，对这种质疑的声音怎么看待？还是说这只是民众的误解？
的确，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是我们民进党的核心价值。这样的一个价值，不管是我们在野或是执政，其实它是没有改变的。那当然，在野的时候，因为不是我们执政，所以我们的声音当然可以大一点，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普世的价值。可是当我们执政的时候，因为我们所要顾及的是全体的人民，那在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也多元的声音。那在多元的声音，当然这里面对中国的这些的就是罢刑的时候，那当然会有两个不同的一个取径，一个是比较是说我们不要去激怒中国，说我们要跟中国比较和平这个和平相处，说我们应该跟中国更友好，那更亲中。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呢，会觉得说，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一个国家，所以呢，我们呢要跟中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但是不能够过于的亲中，过于的仰赖。因此呢，在我们国内其实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那当你执政的时候，所有的人民都是人民，所以你必须要去顾虑到这些不同的声音。因此，它这个我们的核心的价值没变，我们对于藏人的帮助其实也没变，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我只是非常大声的去讲出来，所以在这里可能会让有些的朋友会觉得说，好像民进党执政之后好像比较不关心藏人，其实并没有，我们的核心价值其实是都一样的。那您作为台湾非常资深的国会立法委员，然后也常年关注西藏议题，在您看来，台湾的国会跟这边的流亡藏人议会之间，未来有没有加深接触，或者说互相帮助的可能空间？其实我们在国会里面，在台湾的立法院，其实我们本身就已经有成立了西藏这个台湾西藏这个友好协会友好的这个联谊会。那其实，在民间，我们这个其实很多的立委也参加这所谓的台藏的连线，所以呢，其实而且在台湾的民间也有很多的这些的就是帮助这个藏人的这些的 NGO。因此呢，就是在国会这边对于藏人的议题，其实我们是非常关注的。那这个我们的西藏的这边，就是达兰萨拉这边的这个国会议员，其实也经常到我们的立法院来。那其实我们也都好几次的一个见面。那当然呢，我们也期待就说这样的一个就是友谊，那以及这个合作呢，其实可以更深化。那可以有更多的来往。那本来就是因为不管怎么样，台湾跟达兰萨拉之间还是有一段在空间上还是有一段距离，那能够多来往，我想就是大家可以更多一点的了解，可以更多一点的合作。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这个西藏的国会议员，那所有西藏的朋友多到台湾来。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也是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好，那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想请您透过我们的节目，对境内的西藏人传达一下您的讯息，有什么特别想要说的话 ？OK， 所有在西藏的朋友们，当然我们从外面的讯息得到你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处境里面，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最困难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最光明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既然是一个藏人，所以自己的母语、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宗教，我想这是不能够丧失的，因为那是我们的根。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所有的人，虽然在怎么样艰苦的环境之下，它仍然是我们的所谓的 mother tongue， 就是我们的母亲所留下的语言，所以我们也应该去尽可能的去学习，尽可能去保持我们的宗教，保持我们的文化。那永远不要放弃你的希望，只要有希望，梦想总是会成真。那美梦能够相随，所以在这里祝福所有的西藏的朋友们扎西德勒。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非常欢迎台湾国会立委尤美女女士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